各位，呢一集咧幾乎咧就可以叫做特集會之5嘅，但係咧我就決定唔係咁叫啦，因為點解咧？真正要發生嗰件事咧，就係喺當初已經離開咗中國，就喺呢個空軍1號上邊同記者嗰個對談嗰度發生嘅。咁呢件事咧，即係呢個咧就係我認為咧，大家應該上網抄翻呢段片嚟慢慢欣賞。即係呢個世界咧有一種病咧就叫 TDS， 一有咗呢種病咧，乜嘢你都睇唔到，乜嘢都享受唔到。如果你冇呢個病咧，你就會真係貼貼服服咁樣佩服啦。而家呢個特朗普總統咧就係世界罕見嘅一個傑出嘅政治領袖，同埋一個特別有才華、特別值得我哋欣賞嘅一個人物。即係我哋能夠生活一個時代，喺而家嗰個即係科技嘅進步，我哋可以即時聽到佢點樣講嘢，睇到佢點樣去改變呢個世界咧。我覺得我哋真係好即係應該話好光榮、好榮幸、好幸運，生活喺一個咁嘅時代。其實佢用一個人嘅力量，真係扭轉咗美國嘅國運啊！美國真係爭啲玩完㗎啦，咁而咧因為能夠成功咁扭轉美國國運咧，咁其實即係令到世界咧都係整個世界都改變，咁就佢嗰種急才，佢嗰種智慧，即係你要睇咗，你真係要點講咧？即係我本身係一個即係見過好多嘢嘅人，同埋咧我唔會輕易佩服一個人。咁但係你如果睇咗你就知我講乜嘅啦。即係其實去到而家呢個位咧，慢慢去明白點解呢一場政治角力係咁精彩，同埋每一樣嘢嗰個細節係咁關鍵。講翻轉頭啦，我都曾經有個疑問，嗰個疑問咧就係好簡單啫嚇。你2025年 Donald Trump 重新擔任總統。佢即係嗰樣嘢我就冇懷疑啊，就係其實你只要你唔係 TDS， 你睇到好清楚嘅，佢所有嘅外交、國防、經濟、軍事全部嘅策略就圍繞住一個強大嘅對手，嗰個就係美國嘅最大威脅，或者幾乎可以話唯一嘅境外嘅威脅。美國內部嘅威脅咧就嚟自嗰個邪惡嘅政治力量。即係民主黨為代表嘅深層政府，同埋嗰個文化上喺裏邊嘅毒害。咁呢一樣嘢咧，就唔係靠個在任總統去推行一啲國際嘅政策、軍事、外交、國防、經濟可以改變到。嗰個係一個長期嘅內部嘅治療嚟嘅，即係嗰個心腹大患啊！即係民主黨所代表嘅嗰種嘅。自由左翼去到最後墮落成一種咁嘅意識形態，呢個係整個西方沉淪，唔係今日講啊。但係呢個喺裏邊咧，要係長期嘅治療嚟嘅。咁但係外邊最大嘅威脅就係中共啦。咁所以咧，當 Trump 做咗總統之後，你見到佢呢個全球貿易戰啦，你見到佢嗰個能源政策啦，你見到佢嘅軍事冒險啊！喐呢個伊朗，喐委內瑞拉，又再回頭喐伊朗，全部呢啲嘢，佢背後要打嗰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就係要打中共啊！咁但係點解即係習近平都睇到啊？我哋睇到習近平都睇到嘅，仲要整一個咁嘅大龍鳳係嘛？用一個咁高嘅規格，唔好話史無前例，但係改革開放之後，由江澤民去到胡溫體制，去到習近平當政10幾年。即係要用一個咁高嘅規格去接待一個強大嘅對手，美國嘅好話唔好聽，即係中共嘅一個即係敵人。佢認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要用咁嘅方法，而最後又要買美國嘅大豆，又要買200隻波音飛機，係咪？即係俾足面子，
點解呢？原來習近平咧，你將習近平同特朗普嘅關係，即係去類比一男一女之間嗰個畸戀咧，咁你就明㗎啦。當嗰個女人係失去咗愛寵，係被拋棄嘅前夕，又患得患失，而佢又好重視嗰個男人同佢嘅關係，又唔肯捨棄，又驚人哋拋棄佢咧，咁佢咧就會日日問好多問題。你仲愛唔愛我啊？佢希望你緊張佢，佢就好緊張你。佢24小時都諗住你嘅。OK， 咁而家習近平咧就係類似一個咁嘅怨婦，就對住一個對佢就即係好似當垃圾一樣嘅特朗普。嗱，呢啲即係政治暴力嘅符號咧，喺今次嘅呢個訪問都好明顯嘅喎。咁啊，你知道咧，如果我就有個 lived experience， 即係我生活過就話。喺呢個1972年啊，尼克遜訪問大陸嘅時候咧，當時我係一個小朋友，係咪讀緊呢個都唔係小朋友啊，讀緊初中啊，即係非常之細，但係我記憶相當好。喺香港嘅嗰個時空嚟講咧，呢個係一件轟動嘅大事，無論你左中右啊，個個都好緊張，睇住啱啱有衛星直播呢種技術。我記得就係1969年登陸月球都係衛星直播，咁就話呢個衛星直播技術係嗰幾年先有啊。我哋走住即係科技嘅日新月異嘅尖端嗰度，就日日睇住即係毛澤東將來點樣去 handle 呢個尼克遜。我就記得清清楚楚，即係尼克遜喺國宴裏邊背誦毛澤東嘅呢個詩詞，嗰首詞啦，就係講呢個。1萬年多少事從來急，1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尼克遜咧就話我哋中國同美國咧要展開一個新嘅長征，用長征呢個符號去擦毛澤東嘅鞋。同一個時間咧，周恩來咧就話美國人民係偉大嘅，中國人民係偉大，我哋永遠友好下去。你諗下嗰陣時即係嗰種嘅氣勢，嗰種即係香港人。對呢個封閉嘅共產中國係啱啱先6、7暴動過咗冇幾耐，我睇住嗰啲土製菠蘿，睇住嗰啲大字報，睇住嗰啲香港街頭嘅嗰種嘅宵禁啊、戒嚴啊嗰種嘅動亂，睇到嗰啲新聞，林彬俾人燒死，由嗰個位突然間跳到去，哇！原來美國總統係世界最強大、最有影響力嘅一個人啊！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嗰個人，竟然去到北京要擦毛澤東鞋，每一個細節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咁裏邊咧，我仲記得呢個國宴啊，人民大會堂嘅國宴咧，其中有一道菜咧叫椰子燉雞，呢個非常之荒謬嘅。呢個係食嘅文化嘅徹底墮落嘅。去到北京就用椰子燉雞招呼美國嘅總統。咁啊，其實啊，中共建政之後咧，無論係即係各方面嘅文化都受到摧殘，食嘅文化都趨向於低俗同埋荒謬。早幾年喺人民大會堂嘅國宴咧，竟然有一道菜叫做水煮星斑啊！我自己曾經公幹咧去過呢個重慶啊、成都啊呢啲咁嘅地方，4大火爐之一嘅重慶，夏天40幾度，即係根本係一個好似喺地獄嘅永火燃燒一樣。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食啲好辣嘅嘢，食個水煮魚啊，即係嗰啲魚咧唔一定要係乜嘢名貴嘅魚，求其懟一條淡水魚落去，喺嗰個重慶嘅嗰個天橋底食個水煮魚咧，你又覺得好有滋味，因為以毒攻毒。但係去到國家嘅人民大會堂，竟然揾一條喺東沙群島捉翻嚟嘅東星斑，即係有一個天然嘅鮮味，然後將佢用水煮嘅形式喺北京嗰度上菜。以前國宴有呢啲餐單，由椰子燉雞去到水煮星斑，真係叫煮殼焚琴啊！咁但係今次嘅餐單咧就好好多啦，冇咁核突，咁啊適當地調低咗個口味咧，就俾嗰啲牛柳條呢個 Donald Trump 食，咁啊大家都賓主盡興。但係我話點解呢個符號文化咧係美國係一種暴力嘅象徵，去暴力羞辱中共咧？
就係你知道啦，我就頭先講啦，有以前嗰個乒乓外交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嗰種嘅，即係將中共包裝為一個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咧，嗰種咁樣嘅情況之下，又送你兩隻熊貓，咁啊全世界見到咧，雖然呢個地方赤貧如洗啊，但係啲人民好可愛啊嘛，但係嗰陣時咧就係唔好話送禮物啦，有啲傳為佳話咧，就係譬如話有個其中隨行嘅人員啦，即係美國嗰個團隊啊，即係嗰陣時尼克遜帶住一大隊人去訪問大陸噶嘛，咁啊去到嗰啲酒店裏邊就將嗰啲舊嘅衣物諗住掉咗落垃圾桶啊，唔要啦，咁啊嗰啲路不拾遺嘅服務員咧執咗佢又包好洗乾淨又俾翻你，掉極都掉唔到嘢㗎。咁啊，所以咧就係中共嗰種嘅友誼啊，令到人哋感激靈涕，令到人哋熱淚盈眶噶嘛。咁啊，就今次咧就咁嘅大龍鳳招待美國嘅貴賓啦。咁啊，送咗好多不知所謂嘅紀念品同禮物俾美國嘅隨行嘅人員，唔係淨係政府嘅人員啊，仲有嗰啲日日喺度即係做啲 fake news 啊嗰啲即係同 Donald Trump 為敵嘅主流媒體。嗰啲名嘴啊、記者啊、主播啊、嗰啲correspondents 啊咁樣，咁啊一大堆禮物咧，去到空軍1號上機嘅時候咧，就要全部掉晒，真係好唔俾面。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如果你係一個外交禮節咧，你覺得因為基於保安嘅理由同埋一啲規範咧，唔可以帶上機，你可以私下咁樣將佢攞走，然後靜雞雞咁處理噶嘛。佢就要俾全世界人睇到，嗱，你送到咁多嘢俾我，我全部掉晒，我喺你面前掉晒，即係落晒佢面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其實全世界喺度咧，就係呢壇嘢咧，中共咧就賠了夫人又折兵，就即係顏面掃地。咁但係咧又要買200隻呢個波音飛機喎？點解咁都肯制咧？點解要咁阿諛奉承、卑躬屈膝咧？我頭先講過啦，兩個人嘅關係就好似一個唔着緊嘅即係嗰個要拋棄對方嘅同一個怨婦之間嘅關係啊嘛。咁習近平咁關心，有一樣嘢日日提心吊膽，驚住美國會做，係要急速地要喺 Donald Trump 嘅口中攞到一啲承諾同埋一啲保證嘅，就係台灣問題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Donald Trump一路都唔答佢嘅。一路都當佢即係咁啊，食就食咗，係咪？即係攞啊攞咗，即係攞咗又掉咗，然後咧就有實際利益嘅200隻波音飛機啦。啊，真係我又要啊，係咪啊？你要買我啲大豆啊，你要聽我話。同埋習近平喺伊朗問題講咗2句説話，即刻瞓低啦，係咪全世界都瞓低啦？仲有咩好玩咧？佢講咗2句説話係咩咧？佢話霍爾木茲海峽係要保持開放。同埋伊朗係唔可以有核武器，咁樣其實伊朗咪乜嘢都冇咯，一動都冇啦。而家就睇下佢幾時拗到邊個位壽終正寢咧，冇得打落去。你唯一可以揀咧就係一係你就真係徹底跪低，一係你就灰飛煙滅，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話即係伊朗都冇大佬撐啦。咁習近平點解要搞到咁樣？就係想知道美國喺特朗普而家呢個局面，究竟喺台灣嘅問題上，如果中共出兵，佢係咩態度？咁但係 Donald Trump 嘅答案就好簡單，就唔答佢。咁然後咧，嗰啲記者就問呢個問題。咁啊，Donald Trump 係點解喺嗰20幾分鐘喺個空軍1號嘅對談，佢點樣答咧？佢就話：阿習主席都問我呢個問題啊，但我唔俾答案佢啊。同埋咧，你呢班人問我咧，我都一樣唔會答你嘅。全世界係得我一個人知道嘅答案嘅啫。咁呢個咧就我覺得咧係去到一個高點啊！呢個高點咧就係話究竟點樣做咧？以前係有一樣嘢叫戰略性模糊嘅，而家呢樣嘢唔係戰略性模糊啊，係一個人集中所有權力，然後就係做一個瘋子一樣，一個 madman 啊！呢個尼克遜以前講過嗰種嘅 diplomacy 啊。Madman 啊，即係話我係癲嘅，不過我想點樣做咧，係憑我嘅意志。不過習近平好緊張問我就唔講俾佢聽。但係佢講嘅嘢就話，佢係其實佢一槍啊射2個人，就射習近平同埋射而家台灣嘅領導人。
佢話你哋走去搞呢啲咁嘅，即係其實你係 trouble maker 嚟嘅意思。你搞呢啲咁嘅高 independence， 其實咧你就老諷嘅，你又覺得美國咧你講乜嘢做乜嘢，搞到古靈精怪或者冇事揾嘢嚟搞咧，美國會幫你埋單嘅。美國唔一定幫你埋單嘅。我點解要9000幾里之外去派兵去保衛你啊？我保衛你乜啊？不如倒翻轉頭嚇，你啲嘢如果要安全，咁你應該要將嗰啲半導體嗰啲工業啊投資喺美國設廠咯，係咪啊？應該係咁樣咯。同埋咧就係但係佢又嗱，咁點解我話佢其實係強勢咧？好簡單啫。其實你講到咁樣，你又冇話你保證唔去武力保衛台灣喎。你諗下，美國動用咗咁多人力物力、軍事強勢，打咗成70幾日打伊朗，用3隻航空母艦嘅戰鬥群喺最高峰期係圍住佢，全球封鎖伊朗嘅海上運輸。呢個夠唔夠陣勢？美國可以深入一個國家，活捉咗嗰個國家嘅在任總統喺委內瑞拉，然後將個政權扭歪咗，變成美國嘅附庸，由一個中共嘅代理人一夜之間將佢轉成美國嘅附庸，所有嘅利益係美國收晒。以前即係中共啊、伊朗啊、古巴啊、俄羅斯投資喺委內瑞拉嘅全部泡湯。咁其實即係呢個就係話我可以咁樣做，同埋喺呢個過程就咁啱喺呢個同一個時間咧，美國又聯合咗呢個尼日利亞去共同打擊嗰啲伊斯蘭國嘅恐怖分子，就將將佢斬首，將嗰個領導人又釘蓋又埋單，即係話呢個係癲佬嚟㗎嘛。佢做嘅嘢冇人個個都肯講，但係冇人敢做，佢就做出嚟啊嘛。咁而家習近平咧就希望透過 Donald Trump 把口係講到一個實實在在一個承諾，一個保證，你會唔會用武力去捍衛台灣咧？你會定唔會咧？喺咩情況之下會咧？佢話我唔話俾你知，但係我係唯一一個知道答案。你問我，其實邊個開口問對方咧？即係喺嗰個男女關係裏邊啊，即係喺任何一段關係咧，唔一定男女。邊個開口咧？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孫子兵法》裏邊嘅演繹，係一種戰略性嘅一種角力嚟嘅。開口嗰個咧就係弱者，開口問得人咧就即係你好緊張。嗰個俾人問嗰個咧就係處於一個強勢，但係再一個高啲嘅強勢咧，你問咗之後我唔答你，但我用行動嚟答你。你睇到我行動咧，你覺得我係不可理喻，係完全 unpredictable， 完全做啲嘢出嚟，你係估我唔到。同埋咧，我係可以做啲好過分嘅行動。咁你俾咗咁多面我唔俾翻面你。咁但係我又唔係話真係完全唔俾面你。譬如話你叫我飲食，我又招呼你，我又叫你9月再即係帶埋你啊習太係嘛，兩夫婦我嚟回訪美國，我係即係今年9月接待你，咁啊俾即係喺呢方面俾足面你，但係又俾你將嗰張椅啊較高較低喺全世界面前獻醜。但係同一個時間，你最想知道嘅答案，我又唔俾個答案你，咁樣咧就係將全世界玩弄於指掌之上。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咧係一個即係去到呢個位咧，真正嘅強勢咧就係佢唔係戰略嘅模糊，係個人嘅不可知嘅瘋子外交咧，去到個巔峰。咁而呢一樣嘢，我想講咧，就話用翻個歷史咧，大家可以參考我已經發表咗嘅嗰篇文章。其實搞到今日台灣問題咁大鑊咧，係美國有2個前民主黨總統咧，係一前一後咧夾住做咗呢個破壞出嚟。尼克遜都唔係主要嘅元兇，就係呢個卡達總統咧，喺1978年尾咧係急於求成，係喺美國處喺一個比今日啊實質上係比今日更高嘅強勢裏邊咧，係放棄咗美國嘅強勢嘅戰略地位，
就係割肉去送俾呢個鄧小平。鄧小平即係發夢有一個 wish list， 就係話喺台灣問題要美國做3樣嘢：斷交、廢約同埋撤軍。美國駐台灣嘅軍隊撤走，美國同台灣完全斷絕邦交，同埋美國同台灣嘅防衛條約要廢除。但係鄧小平憑咩講呢樣？鄧小平係發緊夢噶嘛？點解呢？佢話嗱，你問我想咩嘛？我咪想一樣嘢咯，我想中6合彩咯，講下啫嘛。咁但係點知佢真係從天而降攞咗呢嚿嘢喎？點解我話佢從天而降呢？因為1978年啊，喺呢個政府工作報告啊，華國鋒講過咩句説話？佢話因為呢個4人幫嘅破壞啊，中共嘅經濟係瀕臨崩潰嘅邊緣啊。1976年毛澤東死咗，4人幫被打倒，裏邊權力出現一個真空。咁然後咧，華國鋒咧就同呢個鄧小平有個權鬥。咁啊，鄧小平啊復出，咁啊華國鋒仍然係喺政府裏邊係好尷尬地係名義上擔任領導嘅地位。咁兩個人有啲明爭暗鬥，中共亂過亂世佳人，一窮二白，乜嘢都冇，未曾揾到一絲一毫。點解你美國處咗咁大嘅強勢，你可以割肉、割鬚棄袍，即係完全放棄你嘅利益，出賣你嘅盟友，俾佢斷交、撤軍廢約，全部應承啊？其實美國話我繼續駐軍，不過咧我同意同你建立一個提升我同北京嘅外交嗰個對話嘅關係，譬如話嗰個聯絡處可以升級。不過咧，我同台灣嘅中華民國仍然咧保持一個問題，即係保持一個渠道。你諗下，當日東西德都可以同時同啲外國建交，你睇到南北韓解凍，中共可以同南韓建交，又同北韓建交。只要你係強嘅，你做乜都得噶嘛。叢林法則。美國係世界最富裕嘅國家，係喺嗰個美蘇角力裏邊係佔上風嘅。但係如果出現一個卡達賣國賊咧，佢可以乜嘢都拱手相讓。中共咧就喺國民經濟嘅崩潰邊緣，咁啊發夢咁樣提出一個 dream， 一個 wish list， 一個 dream list 係嘛？即係我夢想咧就係中6合彩，你真係俾佢中6合彩，你真係俾佢，你真係同台灣無條件斷交。廢除呢個防衛條約，同埋撤走晒台灣嘅軍隊。你諗下，美國同北韓即係可以友好啊，美國都唔需要喺南韓撤軍，你點解要俾人哋鏈住啫？其實冇必要㗎。而因為卡達要急於求成，要自己攞威啊嘛，佢希望可以對佢嘅選舉工程有幫助，或者種種都唔知佢諗乜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完全冇必要㗎嘛，你可以繼續拖落去㗎嘛。但係其實佢點解會即係咁樣做咧？咁咪做衰咗咯，第一步。咁啊第二步咧就係話中間經歷過好多起起跌跌。咁啊克林頓嗰啲唔使講，其實冇邊個做得好嘅。OK， 咁但係去到拜登咧，倒翻轉頭發癲。佢喺阿富汗撤軍搞到一鑊泡，全世界當佢係一個笑話。咁佢又容許呢個俄羅斯咧係侵略呢個烏克蘭。就搞到亂糟糟，一事無成。但喺佢在任嗰四年裏邊咧，佢曾經4次承諾，直情係取消咗戰略模糊，就話咧即係如果中共武力侵台咧，美國會出兵保護。咁樣你咪綁死咗自己咯。咁樣台灣嘅綠營啊、民進黨啊，咪將美國當一張空白支票，將美國當係一個即係無限封底嘅契爺，乜嘢都可以包底啊，係咪啊？咁樣咪搞到亂晒咯。但係結果佢咁樣講咗呢個承諾咧，原來咧就要縮沙嘅。佢每次拜登講完之後啊，都要揾人幫佢執手尾，揾人幫佢擦屁股啊，講得唔好聽，係咪？污糟邋遢嗰啲嘢揾人幫佢善後。點解咧？其實你睇翻個台灣關係法咧，係冇任何嘅保證嘛。拜登就話 Article 5嗰個係北約嚟噶嘛，北約係佢唔只有邦交啊，仲係軍事上嘅盟友啊嘛，
咁美國有駐軍喺北約其他國家嗰度噶嘛，所以呢個 Article 5咧就一個國家被攻擊咧，其他都等於自己被攻擊，就可以同佢共同防衛啊嘛。台灣關係法乜嘢都冇講噶嘛，咁樣你講完之後，啲人就追問：喂，你係咪真係出兵啊？咁樣結果咧，拜登嘅團隊、佢嘅外交人員、佢嘅政府官員就幫佢解話。就話其實總統講咩唔緊要啊，所有政策都冇變到，咁你咪即係每一次講啲即係無限膨脹嘅承諾，講完就縮沙，講咗4次縮咗4次，咁結果咪就搞到而家咁咯。習近平就以為有機可乘，但係點知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壓住佢嚟打。等佢氣都冇得唞，咁佢喺各方面咧做一個妥協，諗住咧又買嘢啦，又討好啦，又送禮物啦，又喺伊朗問題嗰度主動問美國需唔需要佢幫手啦。當初話唔使啊，但係佢咧就將呢個伊朗咧好似一個 condom 咁樣掉咗，咁然後咧就希望問 Donald Trump：如果我出兵會點啊 ？Donald Trump 話：我唔講。我唔中意講俾你聽，咁記者問佢話，習近平問咗佢，即其實好醜怪，咁但係咧全世界得我一個人知嘅啫。不過咧我又唔會話俾你聽嘅。咁佢表面上咧就好似其實任你解讀，我話俾你聽，其實咧都係我上次嘅節目所講嘅。Donald Trump 就睇穿晒你班人，知道你啲底牌係冇嘢嘅，係二仔底嘅，所以習近平根本就唔敢出兵。因為有呢個咁樣嘅呢個 Donald Trump 嘅一個 madman 嘅嗰種嘅track record 啊，習近平咧，只要 Donald Trump 係總統，只要 MAGA 仍然係美國國家路線咧，佢一樣嘢都唔敢鬥，一條毛都唔敢喐。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嘅局面啊！中共咧喺呢個氣勢上，喺嗰個實際嘅國力上，喺各方面都俾美國撳住嚟打。咁今集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